今日希望你哋大膽嘗試，遇到唔同嘅難題困難，你哋咧就用團隊嘅力量去解決。我係時光博士。而家嘅你哋唔再係小學生嚇，你哋係我哋嘅先鋒隊。我哋人類嘅文明要靠你哋去拯救啦！你哋要幫我哋去攞翻我哋嘅能源卡。如果唔係，我哋人類嘅文明就冇晒㗎啦。所有嘅希望就交託喺你哋身啦。創意力，幫時光博士完成咗6個任務，最後攞翻6張嘅能源卡。而今日最快完成嘅6隊參賽隊伍將會進入決賽環節，考說24。好，一切準備就緒，請兩位觀看前光幕，我哋比賽即將開始。A 組。啱啱正確。15加4等於20，20加4等於40。1減3個正確，3個正確。答案正確。我哋人類嘅文明喺大家嘅努力底下，已經暫時得到緩解啦。多謝大家嘅力量，但係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儲存你哋嘅力量，因為將來我哋有其他嘅危機嘅時候，就要靠晒你哋，你哋係我哋人類未來嘅希望。